接下来是问你会怎样做规划的题型，回答的模式就是譬講问题中的情形，我會乜解，會乜解，還會乜解。我們來做這一題，譬講你會學你會用辦照顧佢，請簡單說明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們可以這樣回答，譬講我有學我會當日用資料本記到識，會當日完成理解費，還會好好負責照顧記到。我們還可以這樣回答，譬講我有學我天窗會成樣費，是費問，會了解我學嘅性，還會當日用2倍資料本記到識。我們再練習一題，譬講你會學一條狗，你會用辦照顧佢，請簡單說明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，譬講我有學一條狗，我會當日牽佢出去散步，會當日留佢學嘅事情搶來，還會負責留佢食肉。也可以這麼說，譬講我有學狗，我會當日留佢上，會當日同佢去外邊行行啊，還會將照顧生日的人好好錫佢，照顧佢。我們再多練習一題，譬講有一個同學從頭欺負你，請問你會用辦處理？有時候描述的策略只有2個，第一個可以說我會，到了第2個策略時就直接使用還會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，譬講有一個同學接上欺負我會想到學校先生講，還會轉屋下留呢件事情講俾阿爸阿咪知。